分享书看客家網絡學院，每日一行語新聞，客家委員會正式推出用客話做書譯法嘅應用程式 APP， 自然試驗同學有兩太強調，現階段也當地嘅消息太普、牛片，照按強語料入庫，未來會慢慢地做全唔太客話強調。另外 ，APP 唔但搶做得用啲日常對話，也天天地會普遍用啲教育、醫療、長照、服務等生活嘅素材。行語書譯法係台灣有史以來前由內統嘅行語開發，無論係語料消息、AI 智慧、音頻繪圖等都該有難度。唔過使用 APP 相對也會本學校、醫院等中短市場限購把件行語文化、行語書譯法應用程式。今下基建啲 APP 商店同 Google 普類平台商家，分享行語使用者、愛好者同學習者下載使用，共同地行語嘅傳承同發展，盡一份心力。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語，就係書譯法、行語書譯法當理篇、行語書譯法概理篇，唔好會盲啊，下禮拜再來了。